要健康爱唱歌，作者陈金花。6月的山足青翠，闻着树仔甲花吐出来的香味。伫无用刺激的生活节奏呢，有机会出来爬山耍水，会当暂时透放，实在是生活中的好安排啦。俗语讲：人食乐山，地食乐水。人若活近山甲水，心情自然就会对咧放松，体会大自然，互人加足有智慧。因为这个时阵，规分丝的神经拢活跳欢喜，思考拢是正面的。20年来，因为罗马字，互我的人生改变足大。抢救无语，免经时阵的使命感，互我袂赴举头看山，袂赴专心唱歌。赶暝赶日过生活，为台语文拍拼，变做我人生唯一的水老细。原来阿母早就看出我贪做的个性。虽然我自细汉就斗做事，身体锻炼甲袂歹，毋过但刷新着阿母的 DNA， 带着糖尿病，嘛带着教册职业病，定定若有收声，讲袂出声音。想起7年前台文硕士毕业的时，我对家己发的心愿，上玉山。我一直咧等待时机登上3952，日子轻轻啊选过，无长时雄雄发现生命大溪已经流来到一甲子这站啊。随望这站的路有较歹行，健康亲像开始落行。毋过我依然爱爬山，爱唱歌。脑海内不时浮出画埋迄条歌：天星下过小山沟，你的影对着山水流。山永远伫遐咧等候，趁5日节3天连假，我踏轻松的脚步，过来到梁山。哪行哪回想20年前，我带囝来遮爬山耍水的情景。隔日，搁去爬尾寮山。这条山的山势行难度悬，真侪挑战爬关山的人会来遮操体力。阮无按算行会到山顶，所以干那穿简单的茶水牛草尔。毋过足欢喜出现奇迹，这个奇迹就是有2摆拄着来操体力的山友，因要落山啊，就甲水送互阮。有加遮的茶水，阮有体力通搁继续行落去。阮坚持行到3角点，操9点钟，足够忝，比20年前加开2点钟。20年前操是为着爬北大武山，20年后操是为着爬玉山。困饱有精神，1礼拜后搁继续操练。即摆凉细去爬观音山，享受未婚书逼出黄酸汗的感觉，甲心脏的脉大下咧彩所破出的乐章。有累积3摆爬山，即摆落山了后，我的噪声煞好去啊！这个时阵听着山骹卡拉 OK 的声，
使我诶心猫想要唱歌，就落30箍试唱介绍一下，趁连续爬山了后会困袂，甲失眠诶暗暝、梦前庭、四季风这3条我爱唱诶歌唱煞，哇！真久无安尼享受啊！人生有梦上水，理想是互咱挑战诶。爬山毋若操体力，嘛是操意志。若有照目标行，劳力酸痛流汗，拢是快乐诶、甘愿诶。唱歌是兴趣。若是甲声音唱出来尔，声音押韵爱有下节奏甲感情，安尼才唱会爽快，会有成就感。这滋味敢若家己上知。为着唱久台语，我需要健康诶身体，我搁咧小卡练手，计划爬山。甲唱歌，嘛期待有一日爬上台湾上悬的山，